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客家新闻插枝。10月底喺台北市客家文化主题公园举行嘅客家移民嘉年华，有请各地26处移民庙上台北共下来闹热。每头一百人先到苗栗市开始出巡迎接，希望就马祖出巡文化案内，为各岛民众来认识移民信仰。活动时间未比去年嘅多1年。按你规划差不多2000万的费用，除了官方补助，民间社团每几乎会一半哦。不过也传出台北市合委会要求各县市同乡会出钱来应用活动经费，引起部分社团嘅反弹。考量到经费和个人力实在有限头，决定爱退出。不过也活动还是闹渐渐的办下的，开档风范共有5003人参加哦，太人数也多诶。不过也有人提醒，结合传统祭典和个嘉年华的方式，係咪使得傳揚信仰嘅內涵和個文化，還係會變做像注重場面同舒適嘅，應該要有和個詳細嘅討論和個思考。共搶新作業新婦保重移民本貌移民呀這對各天來嘅心中順着風波擺列咧，細心細意愛讓移民也上錯，舉行安葬儀式。同時於今年呢，特別是客家移民嘉年華開幕。今年參加嘉年華移民廟有26處，唔但係按當年來簽到嘅，其中苗栗8處移民廟還暫前1年，啲苗栗屍體出巡，雖然路線沒一處，歸路嘅還係有一道信眾拜神做禮拜。過後從北到新埔移民廟，從各地嘅移民廟向下送來台北。咁啊，嘅竟然會對苗栗開始擴大一個想法就係劉主委佢想講啊，係唔係我哋愛用北移民南中用同樣嘅像台中嘅馬祖一樣嘅咧，馬祖。嘅馬祖都出巡嘛，安尼嘛出巡。但係佢有咩同我講啊？咁唔能夠參加對苗栗來到呀台北，像英語嚟都可以夾夾。一個構想出來是嘅桃竹苗3位理事長，苗栗最有興趣。苗栗講 OK 啊，我苗栗我出錢出力，我負責苗栗咧。當然繞近嘅時間都睇個苗栗市行都採樣就上到新眾嘛，新眾有咩行都本廟、移民廟，個台人咧都來移民廟接客都衝下上來。了解嘅民俗參考，同南北各地嘅古稱、時稱等等出巡嘅吹舞，行上台北街路，各地嘅信眾每啲安排嘅祭典動作，相互交流，聯絡感情。他個人都用心，講竟然嗰度頭擺去年嘅冇嘅東西啊，竟然會出現。唔講我哋我哋六隊美容竟然有。身頭有假嘅模樣，按照泰式呀。我嘅我頭擺我哋唔該平平六隊哦，我哋嘅其他人士冇，像美容一樣泰式呀。頭擺有談過，但係冇看過，竟然會出來。竟然咧苗栗咧有沒有新嘅東西出來？佢頭擺嘅傳統嘅呀，全部帶過來。今年咧嘅有我哋岐山。保重移民話，移民話，我哋有我哋嘅按照擺地啦。嗰意見客家話要開嘛，要學我哋擺地喎。啊你啊，學我哋學起來，我哋改善啦你啦。也從啲數度嘅移民信用拍通，已經有26年嘅歷史嘅。嗰陣時係啲台北嘅行人自家辦祭典，為感揚移民也嘅保佑。但係客家社團未答案呢。
田间感情，係特別是其中一個特色民俗法通。你也講印度全部都特別的，很美隻移民記，移民隻上來，大家窮啊來窮啊，也是個位置講啊，冇咁做創個做一信眾，但是咧特別很美，我特別嘅感覺到光榮，我移民隻都特別呢，跟淘汰到原來所有用鄉親全部窮來，有一個凝結的嗰樣嘅團結力量樣。所以我們希望透過客家移民記，不僅讓客家文化、客家傳統變成台北市文化特色很重要的一部分，同時我們也希望透過移民記以及大型的各種活動，聯繫台北跟所有客家莊的感情，同時也促銷客家的產業。共享樂動保重移民家家，歷練台北市順古奇安舒服之橋。特別是無移民廟，咩無搶新竹移民記15種輪車傳統，係客家社團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分工合作來延續當年的移民記。天天呢得到公部門的資源同補助。2002年，新成立嘅台北市合委會來接主辦，結合嘅客家文化節共態度移民感染法，當年用嘅預算1,200萬。客家文化主題公園落成過後，就變做古田嘅所在。也多年來，參加民眾同移民廟嘅數量年年增加，或者看起來殺進來進形式化，社會依度將是上少信仰嘅想法。辦法通唔要態度好，最重要係有特色啦。說係有獎，唔係有特色，我想參與會見來見到。最重要嘅啦，後生人愛必參加。當然唔講形式上係嚟到嘅新人來啊，必開壇風範啊，必做乜嘅個表演式咧嗬，唔係內心地度發出來，佢完全冇供養哦。我哋信仰嘅東西唔做誠心嘅。台北市客家移民感染法法通年菜係以台北市政府為主，今年改變以移民咩呀？誒，社團誒客家文化為主，佢個意思講，派你發動地方，你要同先到誒客家文化地方好嘅表現出邊看到嘅東西，當歡喜嘅東西，開始幾多想要來接觸、來用、來識誒客家東西。當年來參加客家社團，雖然歡喜看到移民記康泰來攀，不過但請今年對3年幫從到4年，看到苗栗新竹來出選。官方嘅發通預算15億，大約500萬嘅元，民間社團未賺出嚟為1000萬。見盼見睇，就係行卡多嘅元，行卡多嘅經費，係講多嘅社團來出，減怕東難負擔，係會使至到社團對官方不滿。合委會冇咁多錢啊，基本係3年嘅錢嘛，佢說你增加到4年嘅時間，1年嘅費用都會增加出來。增加出來有希望講啊，喺美國社團有興趣。一來出錢出力安尼，當到我開始嘅時陣，大家人談唔落去啊！本來我哋攞本來嘅錢來做事情呢，變咗乜嘅嗌要拿錢出來，佢說剛開始沒有辦法接受啊，佢說會反彈。本來他是有規劃好，馬上出去到，馬上出去到，馬上出去到，因為我冇法度，佢過來是拖來啦冇法度。其他社團係冇法度咧，你也是講比如一款一個出來冇愛用聽，你係咩強迫愛唔啲，你係講用乜嚟強迫，用從個哪嚟嚟強迫，又係講你有法度冇，你有能力冇，還用講強迫，我真的不知道。寫出好緊那個移民呀，孝敬他的，好緊嘢啊！每年就行啊。對依度北埔客家鄉親來講，移民祭典係5月18日開始前天初來開壇風範，係當年感染法嘅重要法通，民眾發起創意打扮，未係法通嘅特色，呢度愛鼓勵民眾參加，官方補助嘅部分賣獎品嘅經費。依度家長帶定聲音嚟紀念，不過春運當中，
無買看得到後生人，學習少，人民信仰已經有傳承呢。後生人唔出來嗬，做較多都冇效啦，全部老人家，排斥喺講嘅觀眾都可能有老人家，係咩老人家係咪？後生人冇出來，你都冇傳承嘅，咩來咩去都會出問題。唔會像新竹生物太壯，叫按完整嘅傳統。你講到台北，做人咩？一方面，呢度愛向後生出去，嚟打幫工業化來提高客家語文團水能見度。主辦單位喺祭典期間安排嘅歌謠、戲劇、舞蹈一條語文表演，為向客家當人看到客家。不過客家展演團隊人力有限頭，呢度演出人同時係客家社團嘅成員，有嘅還係現場嘅志工。本來有幾多項呢？要新人？那4項哦，4項。對，3項啦，3項。3項啊，那3項嘅動態好冇？有簡單嘅。有3個特色上，3個演員，還有客家線、台北線，呢3組。表演以外還有參加乜㗎？當然，這個接待服務絕對是無法度避免嘅。也條關係到語文工業化做得順勢舉辦嘅客家社團。社員嘅年齡單單都較高，還有啲位係其他社團嘅成員，嚟考驗工業化擴大規模嘅可能性。擴大個國人士嗬，絕對愛理事會愛同過，理事長愛同意啊。理事長有安尼心冇，有謙虛冇，佢最重要。理事長唔是咪講嗌冇安尼謙虛，都做唔成，人個重要啦，哦。沒想出錢，通人呢？通人沒咁簡單呢，係咪？唔講咧，特別等緊我行按住，如果你冇得出來啊，對後生啊根本冇可能啊，就冇老人家喺度啊。我說對國人士，唔講啊，明日我再個案嚟我做冇，結果難講。台北市夏利地希望借馬祖傳承嘅文化，向大家來認識人民信仰。不過學者未提醒，短時間冇聽錯做得複製鬧日日慶典，不過文化複製唔得。民間信仰係長時間嘅累積同傳承，唔係愛求新求變嘅觀光發通。南馬祖北移民理想非常高，問題文化東西做唔得去複製啦。第一，馬祖嘅信仰，連客家人做信仰啊，台灣頭都台灣味，全部太多人信馬祖，一個養分很多嘅。嗰時佢哋做出來嘅東西，我聽到咩啦？啲民俗啦，移民信仰講真嘅咯，也就是1-2年這樣開始，政府做得來天數。看哪方面，唔過做唔得，政府嚟主導。迄個安尼吼，莫講一下狀態吧，慢慢嚟做，先求精緻，吸引大家來，同時熱情嘅參與哦，唔係嗰個表面式嘅參與，安尼可能會慢慢嘅會進步啦。你有幾多錢，辦幾多事情，能力範圍盡量的發揮。客家人全心全力，盡量發揮。這個是我講過客家人嚟講嘅，我全心全力，大家強下來，那種心才能夠凝聚。唔係講，樣板來嗰樣時候，該樣嘅從嘅心嗬，整個該樣嘅趨勢嗬，冇強樣咧。政府有業界壓力。出錢辦法通都希望得到報道，向人注意。係講請注意等外表嘅事情，可能會模糊到挺簡單嘅內涵，也未係傾向人嘅。冇請注重舒適，天天嘅老文化當然冇聽錯大雜事態，卻會行開上來集群，發現也地背度向人嘅所在。